来继续要来讲这个臭青牛啊，会来危害到农作物，所以彰化县政府鼓励民众去买迄个臭青牛啊卵的叶啊，一箱会当换5块，有人买4800外箱，会当换到24000外块。也毋过这也毋是上多哦，去年就有一个乡亲买2万外箱，换得要10万块。 农民一直看树啊，因伫咧找有条臭青牛仔卵的叶啊，买落来了后，要摕去县政府换钱。啊，大大车啊，你怎会是爱看？一箱5块了。白甲轨道顶全部拢是彰化人或者是农民买落来叶啊，大片叶啊平均会有10粒卵，若是孵出来对农作物会危害。彰化县政府用奖金来买收，有人一摆就买4000外片，算算的会当赚2万外。 今年度预计收购13万2000片，预计的经费是因为每片5块钱，所以预计投入66万的经费。不过赚2万也毋是上厉害的，去年有一个赚要10万的。我去年是因为我拄咧等公司通知啊，所以迄段时间无上班啦，所以我就用逐工出去找啊，一工拢300-400片有啊。 去年的冠军买2万片，赚要10万。伊接受访问讲，今年嘛有参加，不过平常时也有工课，今日当趁休假去买，即马刚买3000外片。不过若是以1片5块来算，已经赚要1万外。